继续来看华航一架飞机。 原本是昨早起的10点55分，要为菲律宾的马尼拉飞转来桃园机场，想袂到出发进前，煞因为当地机场地勤作业的疏失，致使这个班机正边的机室，和这个菲律宾的航班来弄掉。为着要确保着飞行的安全，必须伫当地进行着进一步的这个检修。结果航班是延误9点钟，有217个旅客受到影响。 两架飞行机停伫停机坪，机场人员关键去斗3天，无法度起飞，都是因为无偌久进前才发生着A龙意外。旅客关行李通关入境，看起来有淡薄忝。华航的飞行机发生 A龙去牵着行程，让旅客等真久。今天已经延误8个多小时哦，然后最后要出发的时候，还因为那个什么流量限制，又拖了20分钟。 所以后来我们出发时间又慢了大概半小时到40分钟。华航这架班机原定伫昨早10点55时起飞，要为菲律宾飞登的台湾。想袂到伫出发进前，因为菲律宾航空班机地勤人员作业的疏失，下浪停伫边啊华航班机正边的飞行机室。为了确保旅客安全，华航随伫当地检修，而且调派其他飞行机前往救援，协助调伫遐旅客登来台湾。伫当地暗时7点40的时阵顺利起飞。这件代志总共影响217个人。 延误的时间将近9点钟，就是从10点55嘛，之前你就知道我们提早几个小时就要到机场了，然后一直耗到8点多，飞机才飞，对，才起飞，对。华航表示，当时飞行机才拄为桃园飞往马尼拉，降落了后无偌久，就去放其他的飞行机下浪，嘛伫第一时间加派飞行机的疏散，尽量避免旅客行程受到影响。 当时217个旅客，有一半是准备转机，剩的大部分是机工或者是准备来台湾旅游的观光客。虽然讲行程去互牵着，也毋过好佳在这件意外无造成任何人伤亡。详细跳水原因，华航要佮你调查。Hello， 我是易景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